嗨，杨导老师。欢迎，请大家高追啊！到看，一开始水拢会来，啊，毋过你会发现愈来愈紧的放弃。对。Hello。这是今日的任务吧？我知，今日我要去做高水的婚仪引导哦。你有看过婚仪甲陈大哥的影片无？有，我有看。婚仪真正做高水的，陈大哥甲婚仪的感情非常的好，普通时也会做真济的活动。啊，其实婚仪这种狗仔叫做罗素狗。这种狗仔的品种，莫看伊细细只，伊的体力有够好的，伊是较早互人培育来拍猎的猎狐狸，所以因的体力足好的，足爱走的哦。即摆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我差不多来行啊。好啊，行，咱今仔去看卖婚仪，洗做啥物款？行。你看，我今日早足侪物件要去甲婚仪佚佗的。你教狗仔其实毋是讲爱足严肃的，爱叫伊坐咧，还是拍咧。等到是互狗仔哪佚佗哪学，安尼效果会搁较好。像即种是会当创食的，看婚仪要安怎甲这食物摕出来，啊，搁有像即种会使烧口的佚佗物啊。敢若是这哦。好，无来试电电看卖好啊。哎，欢迎，什么人欢迎，敢是住伫遮？人来了，杨桃啊，真正杨桃老师，嗨，杨桃老师，欢迎，请大家高追哦，来品我的味哈。哦哟哟哟哟，欢迎耶，真欢喜啊！杨桃老师，你欢迎来。哦，够高追啦。这就是杨桃老师。你好，你好。所以你普通时啊，感觉恁两个相处拢足乖的，生份人还是厝内人，回来拢上过欢喜安尼。有也动袂了。安尼我想要请陈大哥替我表演一下，你普通时啊是安怎甲婚姻佚佗的？欢迎，靠过来，靠过来。乖，乖。哎，走开，走开，走。行。有，我大部分拢是安尼开始。讲即几个来牵球啦，叫头个蛋啦，然后不要滑，叫弹摕着来安尼啦。你讲我算这啦？嘿啊，你落去开张。安尼好哦，叫你靠过来，对。哦，一开始一款。哎，感谢陈大哥，我想要了解，其实差不多到遮。嘿，好。那安尼，即马陈大哥婚姻借我一个，好，无我问题。甲伊佚佗看卖的。很棒 ，yes， 好乖好乖，哦哟，你看真厉害！做甲正确的动作的时阵，我互伊一个学乐，物件会弹出去啊，对，专心伫我这支手，我食的物件我拢放我的脚脚片后边，嘿，安尼注意力较会好。第二个，椅啊，搁有玩具拢收起来，伊较袂遮无聊，我变无放，我就上困难，我无爱做，我去别位。啊，第三，我一开始甲婚姻佚佗的时阵，我无要叫伊拍。因为这种狗仔吼，你若一来叫我来，你叫我拍，伊就讲伤无聊，我才无爱咧。好，安尼即马换陈大哥。好，无问题。Yes。哎对，手搁天来较等伊来。Yes。哎对，有片啊较有。好，陈大哥即马手帮我向后壁安尼一格，搁较远的，换一个所在，换一个位置。嘿。Yes。对。我即摆咧教婚姻，放弃才有通食，爱较定着诶。这工互伊较欢喜诶哦，这工互伊较叮当诶，哇，更加高。Yes， 乖，哇！你到底是毋是婚姻？你跟以前无共呢。愈来愈定着啊啦。Yes， 乖哇，好啦。
粉啊，上好的训练就是安尼短短啊，几届就好。陈大哥其实足牛啊，他拄啊甲婚宴做甲真顺，恭喜陈大哥通过。Yes， 哦，感恩感谢杨导老师。Yes。喂，你听嘛哦，再见咯，咱后盖下个佚佗。你上人签名球，我准备一个物件要送互婚宴，这个玩具佚佗物啊，你内底会当家己创起来。啊，因为婚宴的体力足好诶，所以互伊开较侪时间，家己去找伊的饲料，你会加较轻松。希望婚宴介意。好，多谢你。看到古水的婚宴，真正让我想到较早阮兜舅妈细汉的时阵，伊嘛是会教我跳，教我的骹手，也毋过教我就甲囡仔共款，只要了解伊，好好啊甲看教，根本毋免甲骂，伊就会足乖的。教我真正足古水的，是咱上好的动物伴。